講到這個統促黨呢，進前犯國安法、翻新透法，內政部長劉世豐今宣布，會在8月初正式向憲法法庭申請解散統促黨。理由是統促黨配合中共在台灣發展組織，引入這中資介選、跨境鎮壓，用政黨包裝進行組織犯罪。而且內政部呢也公開統促黨有去滲透15間的宮廟。桌頂才能收統促黨違法的事情，經過1年的搜證，內政部長劉世豐宣布講，要在8月初向憲法法庭來申請解散統促黨。三大理由是包括統促黨配合中國在台灣發展組織，引入中資介選、跨境鎮壓，要讓台灣民眾唔敢講話，含稱政黨的外省實際是犯罪組織。統促黨長期是系統性的、組織性的犯罪，而且它重要的核心成員涉犯到國安法、反滲透法、兩岸條例、選罷法、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等等，已經危害到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。統促黨洪志剛講，引入中資介選，親像已經過身的統促黨幹部劉明忠，就含因某涉嫌收中國7400萬介選，跨境鎮壓的部分，有名案件有何文詩紅破紅漆，機場暴力對台黃之方案，帶中國新歌聲流血的事件。刑事局講，統促黨就是犯罪組織，統計因有141個人，包括核心幹部32個，涉入98案。那所犯下的就是殺人未遂、恐嚇取財，還有恐嚇、妨害自由、傷害、毀損等等案件，更有詐欺的案件，還有毒品的案件。內政部查出統促黨是滲透全台灣7個縣市，有15個宮廟，這麼多，呼應中國的統戰。統促黨的總裁張安樂獨做2間宮廟的營務主委，其他幹部嘛分別擔任宮廟的要職引發關注。來查查它的金流，包括它整個年度的收支，會列為一個查一個重點。當然，我們是不容許外人勢力來滲透我們宮廟。如果我們依據政黨的主管機關能夠來處理統促黨的話，那麼未來我們對於中國對台灣的各種壓迫，那我們也有能力來做處理。統促黨會變作內政部第一個提出申請解散的政黨，那憲法法庭收案，接下來會在進行言詞辯論了後做出判決。大法官現有總額2/3以上同意，就當宣告解散。判決生效的迄天就停止一切活動。跟大陸官方有講，進到宮廟就是一個和平區，我做的沒錯啊。就劉世豐說你是危害中華民國的生存，我說我是保護人民生命的安全。唔點名講危害中華民國的存在，張安樂是反駁講，統促黨是保護人民的安全，等到批評民進黨執政起無空危害國安，決定要停步來控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